다들라 도망에디 무주 마제 권이야 이 기저치 가시 시야도 시마대한디 제 로저레 방부디 가산디 콤바니베 뒤바당 더리 에기 rilong당 스베인도 다 콤바순베기 뒤저당 더리를 팽겐기 셰라하 구습 남바주 디디 순주 주베제랴 포게간의 페로치스 안 콤바순베기 에네 뒤저당 더리기 다 구림을 쏘고 아래 제상 디체도 셰네 콤바 숨버를 패배 셰르츠 투미 나당 암 캠보 다 카룬 손주 사회적 안 페로나스 또 쉬어yin 다드네 된제니버디 지동 야저르데다 겐도스바 삼던드 더지다 선이 다르지 순제 지동 야저차기 니마 제마르디 선이차 선이차나 섬버 선이 참으로 샤나 섬버 정도 가래서나 나인강 본다 니고절이야 가사슈나 신기 운제에 오르부티아래 되는 조수님은님은인가 안에 르롱 딱세 당고요래 주시님은 고생해야 다 주영애님은네 니시진라 시종을 돌리는 시야래 세상 디균전 때는 이제 순주차 두수시다 매배 수시도 이제 순버디 아니 다다리 어디지 지글람게 전설에 쇼체 뒤다로숨기 관에 아니 지롱당 대차래야 참외지 투나침시 나제 엔다데 다대차래야 다다바도지 중재네 야부시다 중보도스에 안단 대베니만 가셔야 되는야 지 중재 상부터는 전심 신바로 체내는 야부 용거를 상바로 듣는도 이내야디 다 딘데게 가서에 지글람게 전설에 투나나보다 첩지도야 아주디 룰링 딜레디 투나르나 데 케치버지면 로섬청도 가레사나 달로 룰링 차데 가상우마를 차비나 nga 고는 룰링 차르부터 데기 기지 충분해데 이내디 nga 고르디 투균 디셰라 칼야 비지식이 매비인자 엔 베셔롬녀와 디주 규시라 매비체 가디 디토리아 룰링 체거가 총이비나 룰링 챙긴외에야 별로 마부시죠 다나신 룰링 마부 체고야를 차도 다나신 룰링 외 셰셰나야 룰링 급디 룰링 체세 구유로 디나로랴 지셰더버 신다츠기 거즈지 지상아 토랴 능규 다지 규시다 매빈 거즈지 가수 팬도 연구회도 안다는신 룰링 수부 컨대 연구회도 상바르지 근데게 도바르 시온이 요래 제자 진짜 교전 때는 달로 네급실이야 아 룰링 치야데 첩라 아니 시숨게 룰링 치야지 마시 시숨게 룰링데 우마디 시숨 듀엔 룰링 거리야 시숨 룰링지 차 총벌에 이내 급지도 만세지 투지든 저에 대해서 경가지 토리안 룰링 체브레 안다리 룰링 차디 조디 시송의 차랭의 토리아 룰링 차디 계셔모도 가르사나 곰바 수수에 나로 다당아 지 곰바 수수에 나로리아 시송의 차랭 담데 체디 제산 디디 지규르지 쇼네 아우멘로스
안 대야 지규를 용바 대야 지 미지기 배 왕지 원중으로 또지 지규 제시하라고 많이 봐. 다들이 류화되다 조지 롱리니 예관에다 롱을 공존에 다르디 조를 차대도如果 매번 말하디네 조다 롱을 대야지. 제자다 롱대 조 담보 전루기 이체되지 나가래도 다디 공도스 대야 안 자가리 개베 대주 자가리 개베 대주기 저 공개서로 대 아니 상기가 감전주의 리범도 이미 주잖아 다 가드 대주야 나리야 아니 그 공으로 똑치 아니 대당 튠베 토안에 아니 정로 챌린지다로 간제래도와 디토리아 안주니 차이버래 제상 아니 시숨사데다 상매 킹거로다 시숨사데 시숨 챌린지사데 시부지 개좀 차려요 상계 좀 된 얘기지 때바 유매사데 아니 시숨기 챌린 유매라 토바인스 근데 소소도와 근데 이제 준사를 되네 다 시숨기 챌린베 넘버 타바 류안나네 숭바 배 침마지신 배 가서 차시 지게 맞주요 양토야 가라가 보시라래샤 데 이베네 강투도루지 나래는 따 아니지 나르지 노르와데 튜베 총부터 배 요상을 체 딱 안다야지 지규르게 된게 땅 아주 랍사들이 군주 둘린 털이야베 타지 티돔네 랍사 이제 가서에 랑가세브를 지대 연구 말데 임비네 갈라간성을 지금 아주 지 초조를 지금 아주 하고 돼야 돼. 근데 제가 당신 뒤에 공부도 튜버에 누가 소소르지 초조를 자고 임비나 아니 양가 뒤돌이야 둘린 십제체 둘린 십제체에 안 중제디 아주지 공부하게 템번즈비 기부 다른 무체다 아지 주베고 넘버 솔이야 젠더슈 아니 코나 지주베 젤이야 아니지 다 수를 지 가셔야 타메기지 세이로 세난다도 탁주여로 수치하고는 지기 제제 딱 안다야 그 시제 니가로리야 다 정로기베 가 시송기 차례로 넘버 타반데지 다세 덴베르시아 총비나 야부샤 용만도서 네 제네도 다들이 뒤주절 때네 마시선이는 두링이 죄죄 쉽다지 치료리아 아니 저시로 자령고 레데 이내야 디레야 토나나로 치드는 구마셔도시 다마시 양 대지 나 신다제도 대방에 세상에서 년레바드 장점 전제된 보면이 장만 제로도 다 가상 구르게 난데하고 그지 망고지 시에마 대시에 윤주산에 다르지 다지 수불라브랑고 지시에브레 드네마 셰두산에 엔제지 게스르부치 베 동호르 차산 대패의 인상 대단 답두인시에 계속 라브라네 엔메 같이 쇼비네 아우만로스 안다나지 겹진 장고를 붙이 안산이 능이 버지베트야 도스 이라바로 주에 드린 주산에 안디 베동호르드 제베 페이베 인자 아니 아니지 장고라라니 같이 쇼네 아우만로스 다데 메인베디지 라브란데 조지 야와야세 라브란데 다다 응어스데 페요 마레 드린 주산에 가상이 시주산에 데 시아나로야베 가르다 디종민도 다이베 양가지 삼당 유산에 다지 다리 딤디 주시 응어수지 라브랑기 렌즈부터 레기네 몰라 도버도 최윤에 메네 다디지 춘시에로 지체연 주산에 아는 아주지 댄스 좀 시르리네 아주지 기타 캠퍼스 바가 라브랑 샤바 피고나 가져고나 다양 앞에 라브랑 구저인스제 대대는 지킨자셔로 얘는 바 가바르겜 다들을 지수 지도 디자사 아주 디디 처를 제지 대ሾ로다 말해서 하루 짓기 저기로 와 안다는시 아니 다 자와야 없어요 제래야 유에데디
바우르무치 직차리아래 다 바우르무치래 대간 잡아차도 가라가시다래 在把我仁波切联系上，但是在尼泊尔的乃囊寺的这个总管也好还是代表也好好像已经到这里了。我听说他已经到这里了，所以说呢，我也希望他可以代表这个巴沃仁波切，然后只有我们说他可以代表，因为我们无法跟巴沃仁波切联系，所以希望他可以代表巴沃仁波切来住着这个帐篷，然后还有遮霍仁波切，这里有一个遮霍的这个僧人，然后他平常都是在前年去年都是代表这个遮霍仁波切，然后他也是在两大仁波法王子的这个长寿法会，他也是代表遮霍仁波切的，所以这次也希望不管他住在哪里，希望这次他也代表这个遮霍仁波切来这个进驻帐篷，这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缘起，希望各法王子们的以代表各法王子可以进驻这个噶钦的大营地的帐篷之中。所以说那个每个拉让会安排一顶帐篷，但是只能住1天，住1晚上，然后会为每个法王子的代表安排1顶帐篷，然后在这1顶帐篷里面，希望可以住1个人也好，或者是15个人也好，都可以。然后就是有这样一个安排，所以如果我不先讲的话，可能之后又会忘掉。平常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都是在讲这个大自在，大自在天，它是外道印度原始的一个外道的如果要给外道起一个好的名字，要起什么呢？就说在这个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觉得说外道的话，好像有一些贬低的一个好像是个贬义词，但是好像是说在外道就是排除于佛教之外的，然后或者说外道仁波切的话，会不会很好的？也觉得有一点不妥。总之呢，在外道。有内外道和外道很多的区分，因为各种根器，如果以各种根器来讲的话，对上等根器来说，下等根器就已经变成这个外道的，已经变成外道了。所以说以这种佛教之中的外道，也会区分出这样以根器的区分，会区分出佛教内的这个外道。总之呢，所谓的这个外道，他们说。这个大自在天有经文中所讲，大自在天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为如果我们皈依这个大自在天的话，那么就会成为皈依世间的神子。如果你以将它视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去皈依它呢，那么就不会违背这个皈依的这个学处。因此呢，我们。就以这个
와, 가사 신념을 두고 운영 기술을 지도자가 개발되어 있는 내가 사는 게 제일 중요하고 아네.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今那些烦恼很重、所知障很障的人很多。像这种的话，有的人会就说，因为被烦恼压得很重，因为他们迷惑在烦恼之中。别说是他们可以是行持佛陀的教法，就连自己他们都不能自主呢。不管众生这个烦恼障有多重，这个佛陀的这个慈悲也会特别的关注这些这个烦恼深重的人，因此他们有时候也会成为这个上等的这个摄受的这个弟子，也会成为首要摄受的这个弟子。比方说像杀父杀母的这种罪业深重的人，像。他们也会成为首要的这个摄受的弟子，像那些造作无间罪的人，也会成为首要的这个化机所要调伏的化机。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觉得挺好的。比方说，对于一个具德的上师，他有一个具气的弟子，然后这个弟子他有一个想要脱离轮回的出离心，并且也有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别人如果对上师升起邪见，或者对指正上师的一些过失的话，那么弟子心中不会产生任何的怀疑和邪见。那么如果说弟子听到别人指正自己的上师的话，升起疑惑的话，那么就证明他的信心不够坚定。因为如果你升起一个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个信念的话，那么你自然就会把烦恼和所知障这些视为是敌人，因为他希求解脱，他不希求轮回。因此他是一个厌离轮回的人，那么他将轮回视为是一个痛苦，视为是一个过患的话，对于这样一个人，他会将罪业和这个烦恼视为敌人一般。如果他去这个接受这个烦恼和罪障，那么就证明他没有将烦恼和这个罪业视为是敌人。因此，如果一个人对上师指正上师的话，那么具体的弟子他不会对这个上师升起邪见。초시 영어보다 예외 영어가 쉬워진 거예요. 게다가 라마 차로를 세 시도하시잖아. 像这种一个想要解脱的一个弟子，他们也要一直怎样的一个上师呢？我们要怎样认清上师呢？这种一个具德智上师是怎样一呢？特别行了，你不是稍微注意，就毕竟这些吧，双方错误有些情况的，没有这个啥呢？这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具德上师应该是怎样一个呢？它的区分点是在哪里呢？那么就要以这个身口意三门，它要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身口意三门可以恭敬的一个恭敬处，或者是一个皈依处。一般来讲，所谓的这个上师，一定要是这个善知识、善友，因为所说的这个善知识，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善的一个朋友、善友。就是可以让自己相信，可以让自己依靠，将自己所有的内在秘、内外秘的所有的这个秘密或者心事，或者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报告给这个上师，而且这个上师也不会欺骗你，像这种一个像这样一种上师，平常我有跟别人然后好像要供茶。也要。我属于叫做一些今年冬天小学以前在初布寺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一个老僧，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就修建了一些小房子在初布寺周围，然后他们就在初布寺的这个僧人和很多的村民，然后他们就修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堂，他们在经堂里面念经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老僧，然后他们在念这个要念诵这个供茶的这个祈请文的时候，他就因为平常呢都要讲这个宁处和薄这个放下，然后才念诵这个供茶文。你们可能没有做过这个维诺斯，我有时候做维诺斯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想不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唱调，然后他就从唱。然后他就念诵了一个三恶趣，也就是动物，然后供养恶鬼的一个祈请文，然后就将这个茶，我刚刚好像也差一点就念错了，念成这样了。然后所谓的这个上师。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上师，他要好好的觉得要把上师弄得很复杂，将这个具德的上师像弄得很复杂，最终让自己都非常的迷惑和疑惑，就弄得很复杂。但自己都不知道上师应该是怎样一个，自己要怎样去选择一个上师。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先你不要说上师，最初你还是这样去想，将他想为是一个善的一个朋友，善的一个伴侣，这样去思维他。最初你心里如果想起他是一个好朋友，一个善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你再慢慢。把它再加上这个行善的一个朋友，然后想到这样以后，然后慢慢再加上这个上师，然后把它转变成上师。最初一步一步的，否则有的人觉得具德的上师这个上师相就把自己弄得非常的迷惑，就自己在那里妄加揣测的，就也不知道是怎样迷迷糊糊的就这样去依止了上师。然后我觉得这不太如法。然后第二是要
上师的身口意三门，的这个三处的这个功德。要非常的像，比方说，我们去跟一个人争吵打架的话，然后如果你只是小小的一个争吵的话，那么你不可能埋怨，你就不满意，或者是你就直接就像往死里去打的话，然后好好的去打一场架的话，最终自己就输了一话。像康巴所讲的话，就输的再也不能输的时候，那么你才会就五体投地的就说我已经输了，你已经赢了。如果就这样去承认自己输了，承认对方已经赢了，然后打心眼里从心坎里你觉得他已经赢了，就觉得你是英雄，在你面前我什么都不是。像这样以黑白的去区分，以这种方式，好像以这种比喻去区分。比方说最初去看这个上师的功德大不大，是比自己的功德更大还是怎样呢？先去这样去观察。去这样的区分和辨明，然后之后，如果你发觉他是比自己更好、更殊胜的一个功德，比自己更大的一个士夫的话，那么你就对他有100%的信任，100%的承认他的功德比你大，他具足殊胜的功德的话，那么你就将自己身口意放低自己的身段，然后将自己的傲慢心压制下去，然后五体投地的去皈依他、医治他。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打架，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可以让自己这个不承认自己输了，一定就像是或者是说他只是一般的，就把它放成一般的一种士夫去对待的话，也不是，我也觉得不太妥。总之呢。总之呢，就是自己身口意压低自己的身段，然后坐在这个低处，将上师的这个足放在自己的头顶，然后在上师的足前，然后将看到这个上师身口意的殊胜的功德，然后可以将自己的头真实的摆在这个上师的足下。要去寻找和观察这样一位上师，比方说像现在的话，我们老是这样磕头大礼拜，好像对这个大礼拜已经没有任何的感触了，说磕大礼拜就这样磕了。但严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大礼拜并非意识，就是说将自己的身口意，所谓的这个南摩的意思，就是说将自己身的礼拜、口的礼拜和意的礼拜，一种恭敬虔诚的礼仪，去以这个身口意的方式去行这个礼拜。如果我们好好去思维这个礼拜的含义的话，那么这个礼拜也并非意识，我们不能就随随便便的就将自己的身口意五体投地的没有任何怨言的将自己的头
将自己的头放在这个人的这个足前，并非意识。如果我们去思维的话，如果不去思维的话，那么就说磕个大礼拜的吧，就觉得好像，有人就是说，虽然不想去礼拜，但是好像不得不去礼拜了，就有这种一些说法。总之呢，这些也觉得特别的奇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这个轮回和涅槃，可以从轮回的涅槃之中救度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佛法僧三宝。比方说是佛宝的话，那么在佛宝上它有这个法身和色身两种，然后呢，这个法宝的话，它有这个。所有这个菩提道的这个我们很难将这个去现见真实的这个菩提道和这个佛陀的法身，以及虽然现在这个有僧宝，有这种登地的这个菩萨僧宝，我们没有这个因缘，也没有这个福报去现见，但是只能去现见这种看到这个一般凡夫相的这种僧众。因此呢，冈布巴大师在《解脱庄严论》之中这样讲过：一般来说，虽然有很多的上师、很多的善知识，但是以一种人相的这个善知识，是所有善知识之中，对自己恩德最大的。虽然说在功德上，佛菩萨的这种善知识，这个人相的这个善知识，无法跟佛菩萨善知识的功德相提并论，但是对于恩德来讲，自己可以跟这个人相的善知识可以。随时陪伴着左右，可以随时指导你。因此呢，以恩德来讲的话，人相的这个善知识的恩德更大。因此呢，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皈依佛门，进入大乘、小乘、密乘，就算你只摄受、只护持一种戒律的话，那也是非常有因缘、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因此呢。对，对于那些这种有出家相的这种人相的话，就算是那些在这个受持这个在家戒条的在戒律之中有这样讲过，那些比丘和出家人，他们是不可以恭敬这个一般的在家人，就像不会像俯落平阳一样的这种去恭敬他呢。然后以这种区分的次第和观察的次第和顺序，然后以这种对那些出家的这种比丘，然后是不可以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沙弥恭敬，但是并不是他们并不是在这个将他们排除在这个恭敬处的这个行列之中。
听明白了没？人口的他也老是有些的这样，听清楚了吗？人记住嘛，可能世界上40年的人是老是有些的这样是不要的。这样数据就不知道这个哪边往低呢？我小了嘛，他嘛错了嘛，其实就是基本是用他的错了中国表现了，让他基本就是出去了，早晚的节目就接了两个公司的。其实最新的些嘛，定义自己那边用工具吧，我那个洗了的了，然后他把这个洗吧，盲目被人家的这么不要了，这些人家这么就让你让你掉出去，让你掉出去就会先掉过来，结果后面掉过去的原因，然后掉过去先掉过去，结果他的原因，这些人当中原因是不好的，他这些都是原因的原因，你就开始先掉下来，看了。让特别听过了之后，来他或者说这数据的那个人家会觉得，越一的家人下边数据的继续来说啊，数据的些个操作是马上到了，定义自己老板操作的任务和设计，其实台湾的当全新的业务电话，对吧？业务根本没有个代表性人员的彼此关系，外包那个是为了洗了的那个来开不起来，我那么。也有各种这些人一的启蒙结束一些，让人今年的要素的系统导致转到很多了，马上历史上的老师也在里面了，参与超越其他们今天的根据的看一下这个大方向，引入的那么出去嘛，这些不知道的这方面看啥对啊，这是对不对？你不对，原因是这些看啥那边参与不知道的呢？创新、产品通话的这个，在启动的区域，工作的这个厂家、工作学完、工作起来的这个中间地，它的面对上是面对的，目前面包上是等于，面包怎么干的给这个，面包面包上是等于是多。这是。他往那边传输的这些。总之对这个三学处的这个三学的具足三学的这个功德，至少这个上师和僧众至少会具足一种功德，因此呢，对这种仅是看到这个上师，你也没对那些跟佛陀佛教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的来讲的话，相对于他们这个僧众也有一些功德，至少也有这些功德，所以说我们要看着他们的以功德的这个方面去看，然后去以他们的功德而去恭敬他。比方说我们。就算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都很难去相信他，很难去信任他，很难对他升起恭敬心。不管是怎样的上师，总之呢，像那种佛陀一样的这种上师，或者是像这个佛菩萨、佛子、阿罗汉这种的人，虽然没有，但是也对那些还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人，也很难对他们升起信心。最后，如果你这样去太过去这种挑剔的话，那么你可能连一个好的朋友你都找不到。因此呢，比方说这个朋友的话，我们要看到朋友的一些好处和善处。如果你总是把全部都这个认为是这个过失的话，那就不行。就像是你像乌鸦一样，说是到处就像我们所讲的乌鸦嫌弃猪太黑的这种一个谚语一样，你老是去嫌弃他人的话，那么就只会成乌鸦一样了。因此你也要看这个朋友的一些功德，朋友的好处和他的这个益处，而去跟朋友结交。否则的话，因为像现在这个时代来修持佛法的人，就像比白昼的星辰还要少。因此呢，对于这种僧众，在这么难得的，要将他们视为是非常难得的，而去看重他，而把他视为是非常珍贵的，而去恭敬他。比方说，如果你
要去一个地方，你有一个地方要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比方说，要去，比方说像松赞干部的有一个，他如果在这个地下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仓库，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仓库，在这个仓库宝藏库之中有很多的金银珠宝，有很多的金银珠宝，然后还有很多历史上的珍贵书籍。如果有这样一个宝藏库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就想要去看，就想去那里，就想去研究。然后虽然想要去，但是不知道要怎样去，门在哪里，要从哪个地方进入。但我们必须知道，如果不知道它的路线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个人知道要进入这个这个宝藏，知道这个宝藏在哪里的时候，不管他在世界哪个地方，你都要去找他。最终你找到他的时候，那个人却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人，一个十恶不作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大罪人，然后你碰到他，然后但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知道这个宝藏和宝库的这个路线，那么我们就只好对他恭敬了。就算他打你，就算他骂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只好去依靠他，因为已经别无他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一个功德，只有一个好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个路线，他知道进入这个宝藏库的这个门在哪里。所以说呢，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他的宝藏的这个路线，然后这个门在哪里，然后你才会很容易的进入这个宝藏库。同理，像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五族恶世的时候，就算一个人只有半点一点的这个功德，你也要把它视为非常的殊胜，非常的神奇。而且要非常的视他为非常具足恩德的，现在已经到了这种一个的时代。因此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比方说像我，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在3、4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孩，也说是那时候讲话的话，别人都会是一个孩童的想法，只是一个幼稚的想法，他们也不会相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我有讲过，因为当时家乡杀动物的时候，杀家畜的时候，家畜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要杀的这个牛或者羊，他们会捆住它的这个口，然后让它窒息而死。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旁边就哭，就在那里乱跳，然后就不好好的待着，然后我就在那里哭，好像就可以说是一种悲悯心吧，一个悲心吧，我就会有这样一种心态。那时候我只是3、4岁的一个感知，一个感受，一个3、4岁的一个心态。因为别人来说的话，对别人来说的话，那只是一个小孩的心理，别人不怎么会相信或恭敬。但是经过后来我慢慢的长大，然后我至于很多上师，然后求到了很多的法，然后遇到了很多真挚的朋友，然后在这个佛法上，我懂得了一些这个佛法的术语，然后比以前比以前这对佛法的领悟也更多了。但是我如果想的话，一直到现在，我也都在这个所谓的修持，但是真正的修持，也不见得怎么好。总之来说，但是把这些全部一直以来到这里堆放在一起的话那时候的心态和现在所学的这些之后心中的产生的悲心，我觉得都还比不上小时候的那个悲心，因为小时候的那个悲心是无造作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些造作，因此呢，那个无造作的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功德和有造作的
很多的这个功德，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分，很大的区别。因此呢，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所有的众生也都是这样。大家都有如来藏，这不用提了。但是大家都有具身的这个智慧和功德，都有一个这个，我们都去这个我们虽然有很多以造作之心所做的这种各种的功德，以这种无造作的这个功德比美元还更为珍贵，自己也要把它视为是非常的珍贵，将别人的至少将别人至少有一个功德的那种，也要恭敬他，也要非常的珍惜他，不管去哪里，这样的话你才会可以直遇到一个上师，才可以直遇到一个巨大的上师，不然的话。自己这方面如果没有一个福报，太挑剔的话，那么你不管去到哪里，你也找不到一个上师。就算你跑到极乐世界，你也找不到一个具德上师了。最主要还是在自己这方面，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上述我也觉得说，他的第一个就是放的电视教育的意识不下，但是嘛，上把这个就是联系到后面的方法其实相当于自主情况，这样的原来你把要求说，你让你把上方面的说应该这个特别是这个计算机这个助理相当于经过审阅，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现在所讲的大乘的这个修持，所谓的修持，就是说，并非是这个归于处，像这种一个被痛苦所逼迫的这个可怜的众生，对他们升起悲心，自然的升起一个慈爱之心，就算他们有多大的这个罪业，多大的烦恼，但是也要没有这个任何的分别心的将他们安置到解脱之道。比方说，别说这个皈依处的这个上师，就算是这些被痛苦所逼迫、罪障很重的这些众生，我们也要去想。比方说，我们之前所发愿的是为了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然后愿他们离苦得乐。但是对他们，不管是他是大恶人也好，大善人也好，他所这个承受的痛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却要去区分一个大罪人，然后即便他是有被痛苦所逼，但是我们也要把他扔在一处，不去管他，因为说他是一个大助人。如果我们要随顺这个众生，不管是他有没有罪过，有没有烦恼，我们还要特别的对他们更去升起这个慈悲心，升起慈爱心，然后去以一种慈爱的方式对他们，施布施，然后以禅定、智慧和这个般若六度的方式去救度他们。对一个具气的弟子来讲的话，他依止上师的方式是怎样呢？他会将这个他将上师的过失而区分掉，然后以上师的功德的这个方面功德的成分而去依止他，这才是一个依止的方式。因此，将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的这个过失可以划分掉，然后去吸取他们的功德，而不被这个过失所污染，不会熏染到他的过失而去依止他，这样才是真正的依止方式。
저게 선제 문제하고 교환의 터지는现状。总之，将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划分将他们的这个过失排除掉，然后去医治他们的这个功德，这才是真实的医治方式。对上师的这个恩德，然后我们所说的上师恩德和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三昧耶界，以及自己承不承认这个上师，最主要是在哪一点呢？也就是上师对这个弟子是传授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取舍之道，然后弟子以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如理如法的行持上师所教授的这个取舍之法。去修持，这才是上师传授弟子的这个意义具足，弟子依止上师的意义才具足。因此呢，这个上师的这个上师的加持，弟子才会受到上师的加持。因此，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三昧耶界才会亲近。否则呢，并非说是供养很多的财物，你会成为他的弟子，或者是你求了很多的灌顶，你就会成为他的弟子。总而言之，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外在的这个善知识，就是我们现在医治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人相的这个世夫相的这个一个上师，内在的这个善知识就是自己了。因此呢，对外在的这个善知识，外在的这个老师，就是我们说这个老师，我觉得这个老师有很多的含义，这个善的一个，也就是说善的这个老师。就是说，他对这个行持善业有非常大的经验，所以说才称为是老师。然后对恶的知识、恶的老师，他就是说，因为他对恶业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称为恶知识。然后我们对那个一个善知识，将自己的修持所得到的觉受传授给弟子的时候，那么弟子将这个上师所传授的这个上师的教法，以上师自己的觉受传授给弟子的时候，弟子如理如法的去修持。如理如法的去修持的话，那么这个上师对弟子才有意义，弟子对上师才有意义。因此呢，这上师和弟子两个都具足了实义。否则的话，弟子不去修持上师传授的教法的话，那么就算上师有再大的作用，也对这个弟子他是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上师对弟子没有作用，弟子对上师也没有作用，两者上师和弟子都是没有作用的。那么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总之呢，平常我们所说的修持，那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以这种修持去实践到自己的这个行动上，然后产生这种觉受，并非是在那里闭上眼睛，拿着这个铃杵，拿着铃鼓，然后就在那里和自以为是的坐在那里的话，并非是修持，那只是他是在自以为是在那里摆架势。所谓的修持，就是说将上师所传授的法，然后融入到自己的自相续之中，让自己产生觉受，这才是真实的实践，真实的修持。他对这个有点具体的各种什么的，我对台湾民主台湾是吧？然后是各种有老外这个我拉提这个体育里面他英国同学操作里面这个那么怎么这么巧？完了这些语言套的关键那么他的形容个人套嘛都看一点咯，那么三个同学之间的是他不一样，三个同学之间有。大家我们那个叫他的学生有点那边不以前嘛，说我那个不出些也他连我这项和这样的现在是差啥的一年前，人民国中大年前嘛他。
在日说往去上学的具体确认上不月是年我东年的学吧老是我这上年有路今年也确不强没呢去讲也确不是老是行的桥盘子也那面我去的比较那面马上的我到那面去了那面以前从那桥那面几个什么的如果你送了青春嘛一个月钱那么如果在这边交没的话那么那面这里就是桥这些我预期介绍的这桥到了那面就是这个而且他们这领导的人也往那跟我就是直接了那年遇到了昨天刚才他们你没听过的这两场我明天一个桥如果都会然后呢放过来的羽绒嘛给他们几个都会写出来些我们所有的人数这个力量起码那么那么你说的加工是基本的可以让你说包括那个那个下面空的马些下面那长上的一样人那个到时候切吧也那么他们的基本我10年马年的说上面现在都切来了那么他们的基本从的普遍一点呢可以说养的样都不行可以有时候他现在是基本上就是多么的多这些那么他们这个是因为是必须得做脚加工都切个随便上交让我都去个呢可以都这种里面都是另一方面他们有基本都是不这个有thế là nó mà thằng ấy mình sẽ vào là nó về sản phẩm những mà cái sản phẩm tham gia sử dụng cái sản phẩm sao ấy nhỉ sản xuất cái làm cái sản phẩm cái nó mà như thế chế tạo cái là khi mà làm cái người sẽ nó về sản phẩm cái sản phẩm tham gia sử dụng cái sản phẩm cái操作加工cái产品rồi总之呢，对上师的供养，最上等的是修持供养，然后中等是生与义的供养，然后最下等的是这个供养财物。但是，对我们一定要随顺上师的这个心意，然后，并非说是自己自方去承认，说自己在对上师供养，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为上师做修持的供养，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能满上师的意愿的话，那么最终你的这个要随顺上师的心意而去修持，并非说自己自以为是的，就要说自己要这样做，并非是这样，一定要随顺上师的心意。그거가 작업 관련 취업자고 그거가 요 관련성 작업 관련이야 무슨 주변에 가게 그거를 융합 작업 관련 취업자고 그거가 시도 선생님 작업 관련이 융합 주변 작업 관련이 가게 그거를 선생님 작업 관련 취업자고 그거가 작업 순자 이자 관련이 가게 제 작업 순자 이자 관련 취업자고 지금先以居民登记长度样你那么具体的话哪个双类是先说的那么你具体的给它差别的这样其他看法有那个啥些呢这是好的这个机会那么具体的嘛看法如何因为就是如何的另外啥都没谈了如何另外啥都你也上升方面啥都根据基础上升方面变上升方面变切到了什么它的主备变吧一些人上升下到超级主备学一点新主任们如果切到了发现两个双一点吧其实他们的方针线的发现两个双下到两个双下到切到了两个上主备点而已其实两个超级主任今年咱们年轻说的另外上升下到这些个主备上到超级主任原来的如果前拉他们在那么年主备上到确实主备上到你的发送的如果当然你的送的另外上升状下到的这个主任那么他们业务我觉得另外上升状下到的他们最主要业务主要他们最主要业务主要下到别的方面在那那么那边主要确实他别去发送确
确定脸上全部放前路空间的语，那么电子主的前面的是劳动人上班上，你去想零点一分钟，那么比较起来就是天确定了，那么你就想，这个你长期之内你们送完，那么我也在你可能就起了这么自然，起了土地如果周围你起了一个开发，那么土地是只是光面你跟各面状元。那面母语长了什么？那面土地光的语言，让甚至在全力土地在变得那么让市民现在随便就点上，那么你在台湾人，但是要土地经济是那么好的，恐怕好的，今年全部在是每年中国，但是那么什么现在虽然说甚至那么在不同的那边合作。那边其他的就是在这个地，甚至于绝对这个那么你就说应该讲了。总之呢，我们所说的和上师心意相融和上师相应的话，就是说，将这个，并非说自己的心变成别人的心。总之呢，就是说，自己圆满上师的这个心愿，然后使上师的身口意所有的功德，将上师三门的功德，如理如法的自己去行持，这个随行上师的三门，然后有朝一日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烦恼和所知升起的时候，就会成为压制和对治这个自己烦恼的这个因缘，就会成为他的对治法。如果能这样自然的升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成为自心中产生上师，然后也是上师的自己和上师相应。因此呢，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像刚才所讲的这个财物供养的话，我有一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以前噶玛巴有一句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噶玛巴有很多财物，然后，西藏政府有很多财物，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噶玛巴他有蒙古、汉地、藏地有很多的供养，所以他有很多财物。然后西藏政府他有很多的权威，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噶玛巴他有一个弟子，他有一个侍者，他就报告噶玛巴，他就说，因为对你有来自蒙古各地汉地各地很多的供养，但是我却没有找到任何的供养。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一天的供养给我呢？然后噶玛巴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在那里等，然后他就在等，然后他就想，他就今天。他就说今天的这个供养，不管有什么供养，噶玛巴就告诉他，今天所有的供养就会给你了。然后他就一直在等，从早等到晚，然后一直就这样等，然后等了一天，然后什么也没有人来供养。然后到最后很晚的时候，有一个牧人，然后他来了一个牦牛的一个牛皮，然后供养给这个噶玛巴，然后他只拿到了这个一个牦牛的牛皮，然后为什么这样呢？然后噶玛巴就告诉他，因为你前世你是一个非常利舍的人，所以你没有布施，因为你以前布施给一个人一个牦牛的牛皮，所以今生你只有拿到这个牛皮的一个福报了。所以这个故事也就讲完了。所以他的这个欲望也就只得到了这个牛皮了。他想的是，平常噶玛巴都有很多的供养，那么如果有一天的供养都给我的话，那么他可就发财了。然后他就一直等，但是最终他只拿到了一个牦牛的牛皮。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他可以把这个牦牛牛皮垫在自己的坐垫下了。然后这个课程结束后，第3阶段的这个各色佛学院的代表请到楼顶来，然后我们还要去布置这个行程。